因高雄透大风跟落大雨，有民众是指出讲，高雄去年才打开放的社会主体凯旋青丘，落雨的时候，向八楼梯拢爱摇雨伞，实在是真旱。另外，嘉义嘛因为雨落袂利哦，有大石头啊落落来伫台华公路，加这人佮车拢平安。厝外落大雨，厝内咧落小雨，楼梯间持续有雨水灌落来，亲像是水墙。徛雨要等去厝内，就爱抓雨伞。少6-7成住户有影响到，对这个品质不是很注重。民众讲受影响的楼层有6-7楼，但这是去年才开放新组高雄第一座社会主体凯旋青丘，嘛，民众积极的安全性也个品质。马上就派员清理排除所有的排水孔跟露台，做全面的巡查。市府回应是厝顶的排水孔塌掉的，已经派人清理，嘛要求物管公司加强管理。同款受到大雨影响，26号下晡，嘉义关环路向往德基乡的大华公路29.8公里处出现整个较大的石头。心内就是讲，迄个反应就是爱较紧驶过安尼，啊无惊后壁唔知搁恁搁大粒的石头无呢？直到今天的9点为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体的一个降雨情况还算是相当的明显。那特别像是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外岛的澎湖跟金门，整体的降雨的情况算是相当的明显。那以这几天的一个累计降雨来看的话，都是有超过200毫米以上的一个情况。拜六礼拜受到风面影响，全台天气拢无稳定。中南部皮雨日是有短雨，也是雷雨，甚至有局部大雨的几率。后礼拜一虽然有降雨的空旷，但后礼拜二有另外一波的风面接近，有可能阁会再来雨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